咱即摆来到嘉义，啊，这是倒位啊？这就是迄嘉义最出名的故宫南面啊。哦。哎，这是咱的牌啊嘛，广告 start 比较嘛。插过，然后插这边。 Start！ 哇，嘉义呢？安娜，这啥？这内底敢是请哈？是钱啊钱。钱哦，直接拍开，直接甲拍开。才有一个任务卡。内底写讲，伫咧5分钟内，伫咧车站边仔破解即个马蹄，啊，摕到即个线索，要超过5分钟，电脑内底的任务的消息就会家己害去。这附近都啥物拢无啊？遐有粪扫桶啦，要对条敲遐。才有一个这 QR code 啦，用手机啊甲扫一下。这内底写讲，秘密的号码有8个英文字，要用国际 keyboard。什么意思？拄则迄张纸面顶有写迄蒜头什么这是蒜头长枪，手嘛？嘿，你查看卖蒜头，蒜头伊的拼音有英文的拼音无 ？SUANTHAU。蒜，你去试看卖见。来你看卖啊你试看卖啊。 SUAN U， 你来啊？好啊。就惊。大家好，真久无见，恭喜恁总算要出未买。无毋对，恁较等要去的所在，就是家己的蒜头糖厂。即摆任务就是爱帮助保留家己的传统淀粉文化咖喱红啊。伫蒜头糖厂的工厂庄内面，有一个老人所成立的笑眯眯咖喱红仔剧团。因为因的年纪较大，而且嘛无外交宣传，所以这就是恁即摆的责任嘛。赶紧去找到这几个老大人，去了解什么是咖喱红仔。为着这摆任务吼，我对总公司派出一个资深的特派员。即马前往糖厂找到这个特派员，伊已经伫咧车头厝等待各位咯。蒜头车站。哎呦，这车站票，车站你这边啦，哪是这个？高啊！这就是的呢。听下我来，甲你翕相，看起来足欢喜啊，足欢喜的耶！面顶佫写伊是迄嘉义关这边的古迹吼。我拢无要插伊。无要紧，恁两个网美翕相。翕相翕欢喜就好。好来。伊讲伫这车站附近嘛。应该无车吧？应该是废掉吧？去咯。看一下这边敢有。哇！这敢有卖票？这有卖票吗？即马少年的啊，目睭是安怎啊？有人伫无？画鸡丸，画鸡丸。这车站是古井呢。这有人！吼，对。你这三个少年的是安怎？那会秘伫遮啦。我头壳坐等你啊，你看你就，你就惊去啊嘞。想讲遮，想讲遮咧人咧等车的啊。我就是看你无看到我，我就想讲你这少年目睭是安怎，我就想讲啊，无甲恁创治治，我就咪去夹个啊。看你当时。你是挑工啦？嘿，我去挑工的啊。刚创治啊。阿庞就是阮的前辈啦。哦。芒果你好。庞哥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芒果你好。你今仔是是要陪阮几工了？几工了？嘿，对啊。做伙上班就对了。几工的。紧的啦！来，阮是要创啥？嘿，伊的重点意思就是讲，咱要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啊，这个委托有无？好啦，咱讲哦，这个讲有一个吼，笑眯眯，咖喱红仔团的黄团长有无？是这个村的村长啦。咱即马爱去找伊。拄啊，你是位迄边嘛？阮拄则对面。安尼咱就出去行倒边。好啊，另外一边好。好，安尼出发。出发来啦！行。
这边啊这，边应该吃啦，对吧？这都阮兜啊！领导，领导，领导家，我甲你讲，我进前伫咧拍迄天之骄子，哦，我知影。挂档，这就是阮江秀莲，哇，阮兜这有缘哦啊，，即摆袂去啊吼。袂去啊，白掉那无啊，什么讲说，细红，阮家道中落啦。厝袂定等死啦。哎呀，等谁，哦所以阮买做怀念的，底遐还是底家？唔知呢。伫遮哎，空门好啊，哎，歹势哦。相信咱台湾的社会哦。你安尼无？大家好，团长你好，等恁等有够久，有够久，有够久哦啊！歹势，互你等久着。总是会等着。好，你就是团长。嘿，对，我是团长嘛是你村长，对，村长你好，村长你好哎村长你好来，村长，阮今仔是有任务要找你。安尼，嘿，安尼。阮是一个广告公司，阮三个啦，嘿，阮三啊，伊个是我的诶特派员，特派员派员，因三是公公司的啦，嘿啊，我是今仔日才上班的。嘿啦，啊，恁公公司哦，嘿哦，啊，阮即摆嘛知影，阮两个就看恁公公司要安怎表哎，演。袂使，你爱甲阮做伙，啊，阮这个公司有一个 pose，嘿，一个 pose，有动作有一个。动作，嘿嘿动作。啊，你该学一个，好，好，来哦，好来，阮是做几摆？好来好，阮是阮是阮达达，阮使命必达，达达，就简单呗。就简单的。好，无来你来坐啦。无，试看嘛。你真正拢爱跳这，拢已经加入在咱的团队内底啊。来哦，团队要甲阮加入无？好啊，做伙啊，团长嘛要做伙哦，来哦，来做伙哦。阮达达，阮使命必达，达达。安尼对哦。哎，没问题，是哦真好。啊，恁咱哋来到遮，啊，我即马带恁慢慢行，慢好慢来。参观一下。好，来，好，来行了解咱行。这个所在，你会愈行，看了边行你感边讲觉愈来，你反正你就爱留落来哦。哦，好，咱来留落来，好啊。咱即马慢慢行，慢慢行。你即马头前看诶，叫做日本宿舍。哎，这保存这是宿舍啊对，宿舍日本宿舍。啊，团长，阮拄则伫咧任务面顶有嘿看到讲，这边有人是咧搬咖喱红啊。咱这个所在就拢老人嘛，嘿，老人你要安怎好做老人伫厝里，咱这个囡仔伫外口，伊要搁惊讲咱这时代伫遮搭毋知好无？啊，所以这咖喱红啊，互咱这老人吼，有一个姨娘，哦，透过这个咖喱红啊，伊会当安尼，有代志会当做改天好做。大家会当互相借问一下。嘿，因拢平均是大概几岁？几岁？剧团内底平均是80啊。你你知有三个阿嬷，因为即马身体无法度。平均80岁是阿公阿嬷呢。对，啊，但是阮咧规路内拢无看人。重新看啦，好你倒位啊？见面一来，下。我了解一下。带你来看咱的老国宝。好，阿行行行。公阿嬷，阿公阿嬷，见。哇，哎，90岁呢。嘉义县六下乡江秋村的笑眯眯老阿嬷咖喱红仔剧团，是台湾唯一的老人咖喱红仔团，上老的团员已经85岁啊。这是嘉义县六下乡江秋村村长黄江进，2014年创立的咖喱红仔团，希望让庄头内底四大人日子过甲较趣味的，嘛要甲在地故事用搬红仔戏的表演传承落去。因平均拢有70岁啊，剧团现主时拄着人口老化的危机，其个功夫嘛真欠人传承。最重要就是讲，咱这个要消失这个传统的电影的迄个技艺吼，该保留起来啊。过去伫囡仔时代捌看过，但是过来就拢毋捌看过啊嘛。啊，所以会当讲渐渐一直消失这个传统的技艺，要甲伊保留，这是上大的第一点。啊，那么第二点就是讲，因为你要知影，咱即摆拢面临老化的这个问题。那咖喱红啊是对咱这点背来讲吼，是真好的一种，伊的手甲骹拢会使动，吼，所以会当延老咱的老化，吼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当讲这两点呢，来成立这个咖喱红啊上大的这个目的啦。你好，你好，达达，阮是阮达达公告公
公司。大家。我想要看表演呢，今仔有表演无？有，今仔都有表演。对， 365天今仔上好康。好，来看表演，足期待的，我来，我坐第一排。我第一摆看。我嘛是第一摆看。哎，大人你好，大人你出来啊？是毋是伫遮咧卖假药仔的事？无啦，哪有？阮是咧发扬传统文化。啊，你还阁唔走的事？阁唔走，就要甲你抓去关的事。阮是咧做艺术表演啦，阮较等的吼，搁有辣妹表演呢。哦，辣妹。有气的事，头壳腰熟呢，服下装地曲曲。紧叫伊出来的事。叫你出来的。喂，瑶瑶出场哦。有。哦，这无是人啊吼，这是正港的人哦，无是人啊吼。嗯，开足侪钱耶。瑶瑶来啊！现在瑶瑶来呢。瑶瑶来哦，瑶瑶来啊！袂歹真正是妖手那铺。好，大人我叫人摇摇摇，你坐，啊你坐较头前的。嘿嘿。哦，老老。哦，这苦累。哎，各位对不起来。哦，钢管舞。很秀嘞。哦，完啦，嘿啊，悬空。这真正的人做袂到的，这做袂到。就高港了呀。对啊，咖喱人啊做袂到。后壁迄个阿公足欢喜。我就辣妹欢喜安尼啊，哇！老师你好，老师你好，就厉害耶！阿祖，阿祖，我甲你问一下，你几岁啊？今年？哇，阿嬷你几岁？76。对。哦，就勇气啊，就赞的。恁学咖喱红仔偌久啊？10多外年年啊！啊！一般对袂晓用到爱会当去你表演，差不多要偌久的时间啦。一直在做皮啊，两三档。三档哦，我只有3档。我感觉讲阿公阿嬷实在是足厉害的。因出来的时阵，因为阿公阿嬷拢80几岁啊嘛，啊行路拢有小可慢慢，安尼啊久久安尼。啊，毋过因看到迄咖喱红仔去表演的时阵，因的眼神拢敢若有光安尼，我感觉不了感动。咱一身红啊，基本7条线，7条线3条日头，3条引手上中下头壳，哦，4支开这各有线，4支这1支、2支、3支，哦，4支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要欢喜的时揪起来，嘿，啊，这有一个口诀啦，吼，讲一人一身分身大，我一身我来分身大。分身我是纹身的，我纹身也是武士的，吼，也是丑角，我这应该是丑角了哦。诶，这别来歌手，这歌手啊，这个小姐，咱基本就是行路吼，就是安尼吼，哭，啊，莫扑起，倒平，正平，倒平，啊，哭，啊，你啊悬空就较无力啊，悬空就是贵啦。对，嘿，袂使离地。无啊，你哪无哭？莫有要讲。哦，所以就爱哭，安尼，哭，系。所以行路就是吼，1、2，对。1、2。一开始我是感觉会惊，知道无？迄咖喱红仔若是无线，你是毋是嘛会惊？啊，毋过人起来，人的有感情的。愈人，我会迷伊。这样拿，我敢就抓，我昨就是伫咧公司内底加班。虎口，虎口进去，安尼，对，安尼，嘿，爱打翻头卡。老师，我动作就是有讲爱扇喙皮嘛，洗鸡，啊洗鸡嘛，洗鸡就较简单啦。你的卡是多一一定要打翻头卡。卡是多一开班呢。咱就是对这边安尼行。卡你卡，后壁迄个卡，后壁是卡，对。我要练是甲你扇喙皮。好。你要
我洗一个。洗一个，技能三动作动作讲洗过。你拍我，我就是甲你拍，安怎讲拍一摆？你搁拍我，啪！老师，阮安尼敢袂使？会啊，但是一定拢爱注意脚骨，一定爱打咧。爱打就多卡，爱打就多卡。莫扭起来。咖喱红啊，我伫咧细汉的时阵有看过，敢若是伫咧国小的时阵吧。所以今仔日知影讲，咱是要来甲咖喱红啊宣传学习啊，这款代志是有淡薄紧张啦，因为爱家己去亲身去弄迄咖喱红啊时阵，我无啥物把握会当做甲到。大家好，我是乌山。大家好，我是视网膜上台一级中。水某啊，是安那？你的面是今仔日看起来怪怪啊？哼，你敢甲我问？好啊，昨你是为虾米遐换转来？你甲我讲。我敢就抓，我昨真正伫咧公司内底加班。公司加班？你甲我拍，而且佮甲我的目镜摄落。我就是甲你拍，其实我昨有打电话去你公司，因讲你无伫咧公司。你较冷静咧，你较冷静咧，好咯。你讲白菜爱我冷静。我伫咧公司加班，你无甲我加油就准拄煞，佮而且甲我咖喱红啊！咖喱红，我咖啦假假咧，连安尼，阮就离婚啊！离婚唔免恁讲出嘴，我早就想要甲你离的啦。好啊，离啊！那安尼，我要来走。你走就走啊！你家己去踅街，看你要开啥的钱。当然是开你的钱啊！我的家产早就已经无偌济啊，加一个班回念到安尼，收偌济钱啊？就这。笑死人！拜拜。我的表演结束啊！视网膜乌山落台一鞠躬。多谢大家。多谢大家。山林有一个乌狗兄，伊是缘投的少爷。哦，高兄。乌娘。咱姐，哦，咱是的啦。好啦，今仔日吼，我甲你约担遮吼，嘿，其实是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吼，要甲大家讲。来，小等咧，你是你外口有别个查某遐？无啦，较有可能啊！正经的啦，你听我讲哦，听我详细哦。你好。代志是安尼啦。归类啊！你要甲我讲啥？好哦，乌娘，我爱你，我是要甲你求婚。拜托你，敢会当嫁予我这个乌狗兄？好。啊？你讲啥？答应你。哦，你答应我？我真欢喜啊！我真欢喜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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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来。演得很好。哦，问哦。啊，伊嘛是袂歹啊。哦，我嘛是袂歹。袂歹呢。啊，阮是真好着，阮较趣味，较笑亏。只是较爱迄种求婚的剧本就对啊。长江离地的。长江离地啊。阮可能骂了无够歹啦，八点钟的感觉。较歹用。较不拢我较迄拢爱做滴，哎，恁两个吼。哎，你两个拢贵啦。一定拢爱注意脚骨，一定爱打。爱打就多卡，爱打就多卡。莫扭起来。啊，无法度，啊，因两个少年嘛，少年人做代志拢普普。哎呀，阮较少年，这是较会较普普啦，较老啦，阮两个较年纪啦，较有年纪，较稳重啦，嘿。啊，是什么原因，互恁大家安尼团结安尼做伙，想要来耍这？以我来讲吼，我自细汉大庄脚，
这场所吼有咧一间庙，哦，啊，而且大戏棚，再来演这个戏，我感觉讲现在就需要像恁这公司啊，恁这演员安尼吼，把这个角色吼演甲安尼活跳跳的，对啊，各位先生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周华丽。哎，啊，这是恁的人哦？不是啊，我无熟悉啊，应该是有。但是迄敢若是我早起捌看过哦。嘿哦。是不是？咱应该过去看一下哦。我想要面对。嘿，看一下内底有啥。嘟嘟嘟。哎呦，电脑。电脑来，来拍开。拍开个啥？哎呦 ，boss 过来啊！即马大家有看到剧团的四大人，实在拢真古锥，说落来就是真正的任务。这摆的任务就是爱斗3工推广咖喱红啊！大家拢知影，即马真流行电影音，不过侪伙人吼对这种实在是无法度，所以这个数位化任务就爱交互恁啦。为着要互大家顺利完成电影音，莫像人咧讲的，知头唔知尾。咱嘛爱知影吼，即摆少年家咧想啥物？对咖喱红仔的印象是啥物？这嘛是咱做广告，逐摆准备要做行销活动，进前拢爱做的电影调查。所以我准备50份问卷给大家较等就去糖厂做一份问卷调查，相信对恁刷落来要拍的电影音会有真好的帮助。看卖一个。任务卡过来啊！以咖喱红仔做主角，拍4支无同内容的电影片，以新型互咱感觉真笑快的方式宣传咖喱红仔，吸引少年人的注意。重点4支影片内底爱分别抓出蒜头糖厂、蒜头村500，才会煮500。落到内底还有这个物件，这毋是？够武器，还有刀呢。啥物意思啊？这啥？这报纸呢？嘿啊，报纸。报纸呢？你有生囝啊？你若无甲阮讲啊？我有生囝。我有生囝，希望某敢若有偷生囝，我偷生囝，这假新闻啦。无，我感觉你偷生囝哦。我无，我才29岁。即摆就流行啊呢。对，你看你标题就无做。你即摆标题就无做咧。你有偷生囝吼？伊的喙有串，嘿，有串。你照串你有啊无？我无，有啊无？真正你串。我无，我真正无。哦，你真夭寿无带着囝啊！我温度啊！哇，那个这，这啥啦？这是印尼咱的蒜头，这是你哇，那会这样爆掉？会这上创的啊？我是有得识到美术组的哦，敢若是有哦。而且这看起来哦，哪熟的？敢若有啥物冤仇？系啊，敢若有啥物冤仇要讲的？有内容的。哦，我是一个足出名的，出名的。所以这是一张广告的对。广告好，啊，还有。哦，这是真正是贵啊！规我恰钱。这应该是你吧？不是，等下，我的翁仔哪会出现2遍，所以我爱演2次哦。你要演2出？哎呦，20年前日本上红的红仔戏《Oh My Key》，所以阮要拍。这就是迄个问卷。问卷有啥物问题？哦，就这我看几项。你会有捌看过迄个咖喱红仔无？哦，有啥物优点？缺点。哦，甲啊，有失断的可能无？所以咱就是要去啊，什么型？糖厂迄边去问晓。时间有限啊。哎，是阮啊。来去先做迄个问卷好啊。问卷。哟，来，糖厂已经到啊。哦，这人敢若较济吼。哇，这内底是咧卖物件的对。我想要食冰，饮料有一个人部，要食冰。饮料部的。咱问卷做了才食好啊。好啊。遮足侪人客呢。伊拢就安静。我跟你讲，咱先为大大。是啦，对边啊，我感觉迄少年人，迄少年人嘛是阮问一个足歹问的啊。我对迄个阿姨遐开心啊，也是。姐姐你好。姐姐你好。阮想要甲你小借问一个，就是阮伫咧做一个调查的问卷。哦，调查遮侪人哦。嘿，我要做50份啊。要做甲较详细。足重要的呢。嘿，最重要的。你问一个第一个问题，你就知影最简单的。你查某啊查某？头前我查甫啊查某的哦，我查某，我欧巴桑。查某，查
一排你去丢下。我来下话，米会，米会安尼。你会拍摄我紧啊，我就遮老啊，哪有要紧的？我后生这大汉啊呢，我60岁啊，60岁啊，看袂出来，我做歹势呢。无安尼子啊，无安尼好啊，安尼你写一份无？我的少年的麻烦帮我写一下。你看阮遮高水就当下子啦，拜托你嘞。爱做好广告委托，问卷调查是一个真好的方式。广告公司利用问卷调查去了解市场的需求，甲观察人客上兴的是啥物代志。使新广告的设计会当更加符合着观众的口味。为着了解即摆少年人对咖喱红仔的印象是啥物，这份田野调查会当帮助广告人去规划未来宣传方向，确立行销策略的定位。相信对刷落来底的影音会真有帮助。这世人还未食过这款火锅呢。就有气氛浪漫啦，浪漫啦。门关小看卖的。咱的宣传的对象是要较我少年人。少年人。我拄则看一个19岁，啊一个32岁，搁一个40岁，因是感觉讲，迄电影片内底是会当加入一寡这文字啦。大部分就是感觉讲无够趣味啦。无够趣味。啊，所以咱拍电影片的时阵，就是拍较笑过较趣味的。那阮即摆来讨论，你讲我共做好啊？嘿啊，共做啊。因为你对迄个电影片较有感觉。阮就来。我平常我的底片拢是我家己加的。啊，第三个。哦，你是鬼嘛？但是我对这个根本同意见啦。啊，那无来无去，拢要创一个这规划册字这画布顶悬足恐怖的呢。系啊，这就是你要搬迄个哦，这个片是恐怖的嘛。系啊。啊，真侪囡仔就看这个片，看了以后等于困袂去。做乌梦。哦，做乌梦，哦，足惊吓咧。但是我会想讲啊，咱爱伫另外一个无共款的角度去想规划册字这个人，是毋是？伊嘛无愿意做一个恐怖的人。我感觉是讲，拢无人咧听规划册字的心声。伊嘛做无甘愿的啦。无错。拢无人甲伊问啊，对，无人拍伊的真正的故事。对，啊，搁一点，因为我对环保这个部分是足有想法的。不是，你是讲规划册字甲环保？嘿。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啊？规划册字看起来就无环保。我的想法是安尼。你看起来伊的面看就无环保。刚刚等咧变数桶嘛，无人要甲捡。变数桶内底捡。嘿啊，伊面，我的想法是安尼啦。今仔阮是摕到这个有无？有2项道具好哦。啊，伊去这个蒜头糖厂内底哦，嘛去佚佗啦。啊，结果吼，踮咧休困，啊边仔有一个人行过，啊嘴咧夹迄树林糖有无？我知着，嘿，把迄树林糖有无着？嘿，哦，咱念伫这头仔顶悬有无？啊，桂花茶，哇，这环境袂歹。诶，我这刀啊，我拍电影的时阵嘛，捌掠过这刀啊，啊歹啊，叫树林糖甲手连掉啊，连掉啊，啊连掉伊甲刀啊摕起来时阵有无？啊，大家看到伊摕刀啊，想着四过酸，大家开始走，啊伊咧后壁溜，啊其实伊是要讲啥，你知哦？我倒3工，帮我甲这刀啊摕落来啦，伊是去用连掉的啦。啊，咱再搁写一个吼，咱搁写一个吼，本数物件莫乱动。好不好？好，后一个人来这佚佗是有一个更加好的空间。宣传这个咖喱啊，我顺续宣传。先摆爱环保。第1名。无共，哦，安尼我直接来休困啦。你帮我想一下啦，最难的呢。无啊，无啊，过来，过一个部分。这我真正唔捌啦。这是啥啦？你讲这什么日本的？这个片是足济建本红啊。然后因拄着啥物状况的时阵，因拢会足乐观的去面对。然后结束就是一个伙仔伫咧笑嗨嗨。笑嗨嗨，不管拄着啥物代志都哈哈哈哈。哈哈哈哈！比如讲，啊，我接到一个电话喎，啊，叫我骗去100万啦。我真正活袂落啊啦。100万，我看到有啊。安尼就会使。安尼食火锅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差不多啊啦。哦。足烦恼的，食袂落来。唔免烦恼啦，算啦。明仔载代志，明仔载再想就好。来，
今日天气敢若无好吼，对啊咱剧本是讲要去好天啦，毋过即摆是无像甲安尼。对啊，落一寡雨嘛，袂歹啦。嘿，来补一下水库。对啊，啊，即摆重点就是这个底下平部分。嗯，啊，你真正无外口，我真正无头生囝，你是要我讲几遍？好你昨暗看即摆伊甲我开。我是确定一个尔啦，嘿啦嘿啦。啊，我这底下平要安拍你感觉咧？底下片，因为咱是要宣传蒜头村这个所在嘛，也搁有咖喱羊啊嘛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即摆若是天气无好，咱可能爱选一寡较适来的所在。好，比如讲车站，车站，也是讲去食冰，哦，赞，这种会使嘛。嘿，啊，你要带恁囝，嘿，我就可以带伊个囝咯，啊，你来做迄个变态。变态，头翕个变态，哎，头翕的啦，来这佚佗的，啊，都当看到你，哦呀，啊，你头生囝后甲你翕起来安尼，哦，啊，要甲记者讲安尼，嘿，无错，做一个变态，哦，好，好啦，好，我行来翕的。头家娘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吴一派。我是乌山，啊，这是阮的朋友，伊叫500。哦，伊叫500，阮正头嘛一个真正500呢，唱歌迄个啊。系啊，啊，阮谢谢哦。好。哦。来个紧嘛！我甲你讲，我想定，我感觉500会使做这间的头家吼。头家伊生甲就是老板就亲像头家。嘿，头家。好，我就是迄个细5的查某嘛。遮拄好，我就细5，你细5的。啊，今日才来看卖，啊，买这，啊，买完了后就食。试食。这个时阵，导演就会讲一派，哎，阮来加一场戏，加男主角相亲的戏。哈？那会雄雄转弯。安尼才好看啊！啊，结果我食这爱臭，啊，是要安怎？我是头家，我就会讲免烦恼，利用这个蒜头白，喙齿清芳济。好，多谢头家。安尼我就喷我家己，啊喷导演甲镜头安尼，啊拢规间拢安尼香香讲讲都袂臭啊，大家拢相共款味。蒜头车站，遮来算一个所在会当翕的。你和恁囝来买票，我来买票。嘿，安尼你的镜头要对倒位翕？我就伫外口吼，走行的，啊，看到你有无？啊，大明星，吼，我掠着。啊，伊来头翕。好，我来外口。好，安尼第一点。好。来，5、4、3、2。哦，拍片，佫会当洗，永久干妈店。哦，拢想要买，啊！你看你较好。好，对啊，你小久啊，伤久啊，伤久是。搁一个是你翕的后壁，嘿。人客凊彩食，拢会使试食哦。哦，我已经来食了呢。啊，不要紧，你食。我会买啦。好。好哦。这就是阮讲家的，我就是迄当阵的江秀莲大小姐。哎呦，千金呢！这阮兜呢，我车赢着。真正是家道中落，后壁拢无物件。你刚才内底全部拢空的咧，连我盘拢无咧。我厝啊无法度啊！来，我来参观一下。遮，什么拢无。我，你听我讲，既然什么拢无，咱来讨论剧本啦。我来讲，伊前付阮爸爸的册
册房，安尼好，册房。安尼好，咱即摆拍迄个规划车子，拄好即间厝空间拄好。巫山，你是我是规划。你是规划500，巫山腹肌，我是导演吗？嘿，导我甲演，你导演，导演嘿啊，我甲你导演甲导我演甲伊介绍，讲我以前拍片的时阵伫遮。你爱讲着有关键的字，我才有法度有啥物。哦，迄个关键的字就是，这是阮爸爸的册房。所以册房是册房的是关键字，就空。哦，哎，你有听到什么声无？无啊，无。这时阵我会报伊的画面啊，安尼扣，哦，干那手的。报一个画面，嘿，减伫内底。哇，隆隆啊！诶，隆，你敢有听到隆的声啊？有吧？哎，有我算这家己也袂歹吼。嘿啊，你带我后盖就会使去来做我老师做老师啊。你手我会带。你莫把我吓惊啦！笑得很好哎。好怕。我逐工拢伫咧加底影片，所以你有看到我的速度足紧的。要翕啥，要啥物角度，我拢知影。咖啡厅是，我是咖啡厅，敢若咖啡厅，是啦，是金色的。看病的所在哦。较早是病院，即嘛是咖啡厅。哦，哇，能够有一支影片。哇，这佚佗物啊，真好看呢，拢有足侪收藏。我感觉这大敢若就会当变做咱表演的所在。啊，无啦，咱出来有无？嘿，这敢若一个舞台安尼啊。哦，伫这边是。哎，对不对？啊，咱的红啊，咖喱红啊，就放伫遮。啊，咱爱先分过。有本事。有本是一家伙啊。嘿。啊，有爸爸妈妈。嘿。爸爸啦。啊妈妈，妈妈是我是爸爸。下面我在看起我少年呢。阿伯啊，我在看起我少年，这边阿伯。公吧？这看起来是已经走去流浪的。这流浪伤久了。这爸爸啦。这爸爸啦。啊，我妈妈啦。啊妈妈，安尼对，爸爸妈妈坐中嘛。坐较过。坐妈妈妈妈的正边。好，先安尼啊。安尼。吼，安尼好啊。我先讲好啊，个人就代表家己的翁仔。好。互咱家己人先演一遍，啊，我翁仔演。好。啊，就妈妈先讲，因为妈妈带阮出来嘛。今仔日来个蒜头藤手。啊，搁看这家己翁仔的表演。哦，足好看的哇。来，啊，今日找一个所在，林家美休困一下。啊，这当时就是这边是来坦白。你就讲，妈妈，安尼我一个代志要甲你讲。哦。啊，我今仔早起时巴肚疼，我去便所，我水无冲啊。哦，散啦。啊，阮阁欠一个物件。什么啊？摄影师。啊对啦。你拢伫咧遮呢？无人帮阮翕吼。来哦，摄影师哦，要叫阮一个摄影师哦。请导台来甲咱斗三角。来。我有刚刚这一个鸦片，哦。哇，专业。啊对，啊搁应该啊搁有迄重要的爱拍起。重要的我会扛回一首。啊，无就等下大家做伙来点这音乐。好啊，好啊。我选这。哎，我这敢袂伤过强我一直咧听。开始就用这条吗？不是啊，最开始应该要用一个较轻松的。哦。你空会当加迄空。A 空。我就要吹音乐。哇，一个人加，一个人做音乐，感动真好。
来，坐，请坐，拢有使坐，拢有使坐，请坐，你找一个好坐所在，吼。差不多安尼啦。安尼哦，好，来。张家的老师来甲咱教，今仔日是咱爱发表咱的成果。成果作品。嘿，咱的作品内底就是有4支无共款的底影片，用较新型的宣传的方式。嘿，无共款的方式。嘿，甲咱的咖喱红仔甲底影片来做一个结合。嘿，这个4个无共款的底影片，第一个是我头生囝嘛。吼，这大家拢爱看。所以就对第1支开始放哦。好，来哦，请欣赏。哦，好来。来。饲猫猫，头生囝。有人伫咧无？我甲阮囝想要买票。有人伫咧无？我甲阮囝想要买票。好，爸爸我知。小兵。好食。有笑呢，有笑哦，有笑对啊！看到你就你笑呢，看到你，那未开始就叫弟弟笑。一直出来伊就家己一直笑，你在笑啥？无咱看第二支。哦，第二支，蒜头白，喙齿青芳济，来看。哦，胖皮，佫会当洗，用酒干嘛点？拢想要买，想要买。人客凊彩食，拢会使试食哦。我已经来食了呢。哦，不要紧啊，你食。我会配啦，好。好。一派啊，明明我来加一张戏。好啊，加你戏。你甲男主角小金的戏，好唔好？小金。我拄才食这，足臭的呢。免烦了。蒜头白喙齿青芳济，喷了心情会起飞。真一个，有汤吗？好巧哦！介意无？介意。你比阮两个较好咧，因即种有讲话，阮个拢无讲话。你是会搞笑，无是的，阮怎看到阮就知。无共款的方式。伊个愈精彩，对不对？我讲唔对嘛，对不对？第三支。第三支，我想要甲。新放第4支哦。新放第4支。哦，新放，因为新放第4支哦。错，新放第4支。来哦。哦，今仔日你蒜头糖手，还佫看迄咖喱红啊，有够趣味的。妈妈，哈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坦白啊。哈。今仔日哦，咱出门就赶的。我去便所，我袂记你冲水啦。安尼哦，安尼算啦。今仔日出门的时阵，袂记你关冷气啊。虽然即摆电钱足贵，也毋过算啦。我嘛要甲你坦白一件代志。我今日出门的时阵吼，灶骹咧惊水，迄火无关呢。啊，算啦。好，这是第三支。这就是算了啦。算了，刷尾来，了。上尾一支是有龟蛙恰子，较恐怖上精彩哦。恐怖的哦，来啊咯！迄个时阵拍戏的时阵，我爸爸的册房。弄，你敢有听到弄的声？有啊，哪有啊？来，我甲你介绍啦，遮以前吼就是客厅，即马啥物拢无。你敢无听到？你莫搞吓惊啦！这树林糖哦，连我的手甲你刀啊，总算讲是溜掉啦，拜托的哦。来这蒜头糖手来算吼，棍数莫胡白乱弹啊，爱对哦，来看咖喱红啊哦，嘿嘿。好，啊，即马咱的4支影片拢播完啊。村长，你感觉安那？
人位较袂。人安尼啊，我修改一下。修改一下村长你有啥物意见，拢会当讲甲咱指教哦，甲咱指教吼。真正我感觉讲恁咱的这段时间，遐尔啊短啊，就我着家己编，比如讲，拄仔咧讲算了，就是讲拄着弟弟甲妹妹，一个是袂记咧关，一个是冲水，啊，关冷气，就是细项代志，有时啊甲放袂记，会当算啦。对，啊，较重要的。卖袂记哩。嘿，着爱注意啊。爱注意哦。嘿啊，顶倒有真有真有迄个叫做社会教育的。哦，多谢。第三题啊，又上介第三题，虽然做挥拍。哎，老师来。看伊咧也得来以后，规划下集。这个宣传所就卖我给干过手，我进前嘛捌用先是哦表演过这个反家暴。教育的意义啊。啊嘛捌用先是哦来扣粪扫，扣粪扫。真棒这呢。超级大名车啊！大名车。哦。阿鹏，你有发现一件代志无？我当然。无啦，讲到恁的鸦片。我当然有发现这件代志啊！这所有人全部拢看了以后，无人选第一支啊！第一支唔知谁拍的安尼啊！我是这杯已经传好了，我马上就要送出去。恭喜恁顺利完成任务。伫遮，我有甲客户准备10张评分的大纸，麻烦恁照大家表现，拍出恁感觉上适合的分数。啊，麻烦恁爱真公正，互因严格指导，才会当互因学甲足紧，进步足济。来，请老师来甲咱投票一下。无一定爱投啦，无要紧啦。即马2分啊，咱即马2分，啊，遮佫有3位老师，因若是拢无爱起来投。有要投就投，啊无要投无要紧。安尼3分。会使，看拢会使。再来，10分完满，10分真完满。阮达达 team 制作的电影片，真正有做到传统甲创新的结合。过来会放起各大社群平台，互更较侪少年人认捌咖喱红仔这项传统技艺，以及笑眯眯咖喱红仔剧团，即摆会当讲得到相当好的效果，期待因有更较精彩的表现。